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線上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咧係約翰福音嘅第8章。咁咧，耶穌咧喺猶太會堂裏邊咧，已經咧即係表明咗自己嘅身份噶啦。咁咧，文士啊同埋法利賽人咧都冇去捉佢。咁其實都係因為咧耶穌嘅時候還沒有到啊嘛。咁但係咧，文士同法利賽人咧係唔會放過任何嘅機會咧去捉耶穌噶。咁所以咧，佢喺第8章呢度咧一開始咧，佢哋咧就有件事發生咯。嗱，第一節咧就話啦，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穌卻往橄欖山去。咁即係耶穌佢去教導完啲猶太人啦，下去喺殿裏邊講完嘢之後咧，咁大家都翻屋企啦，因為冇人再捉耶穌啦。咁都夜啦嘛，大家翻屋企啦。咁耶穌咧就去橄欖山。咁耶穌去橄欖山做乜嘢咧？咁耶穌去橄欖山咧就係我相信咧佢係去祈禱啊，因為咧耶穌係好多時候有呢個嘅慣常嘅習慣咧，就係去祈禱嚇，咁順便休息下咁樣嚇。咁去到第2節啦，就話啦，清早又回到殿裏，眾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嚇。耶穌真係咧，佢無論係咩時刻，只要佢有機會咧，佢就一定會去到殿裏邊咧，再去咧，去教訓一啲，即係去講道理啦，去傳福音啊咁樣嚇。咁但係啲人又好得意嘅，都好中意聽耶穌講嘢嘅。咁於是乎又去啦。咁第3節就話啦，文士和法利賽人帶住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咁我哋成日都係有一個疑問嘅，就係點解只有一個女嘅咧？咁樣嚇，明明你話係行淫，行淫咧就係講緊當時咧就係有婦之夫啦，或者係有夫之婦啦，佢哋咧去犯咗一啲奸淫嘅罪，即係喺婚姻以外嘅性行為啦，咁樣嗰啲奸淫嘅罪。咁我哋就唔知道點解得一個女嘅，但係我哋感覺到係乜嘢咧？就係話係明顯有人想咧去設計去陷害耶穌，或者咧去攞耶穌嘅把柄。我喺度諗，我喺度預備嘅時候，會唔會仲有一個更惡劣嘅狀況，就係話連呢個女人啊，連呢個女人咧都係被引誘同埋咧被利用咧去犯罪嘅咧嚇。咁呢個咧係有一刻咁樣閃過，即係如果真係咁嘅時候咧，哇！呢個世界真係好恐怖，係咪啊？好，第4節就係啦，就話啦，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佢哋咧問嘅問題好明顯，就其實都係一個陷阱嚟㗎啦。個意圖係乜嘢咧？就係令到耶穌點啊？即係進退兩難，係嘛？即係無論耶穌點樣答咧，都有機會咧俾佢捉到把柄。譬如話，如果饒恕呢個婦人啦，咁嗰啲人就可能話耶穌你冇維持公義啦，冇你會觸犯咗摩西嘅律法啦咁樣。如果佢嘅主張，如果耶穌話你照好似摩西律法咁樣將呢個婦人用石頭打死佢啦咁佢有機會點樣咧？就指控佢係即係觸犯咗羅馬帝國嘅民法嚇。即係嗰啲法律係因為點解啊？因為當時羅馬政府咧冇授權俾猶太人去殺人㗎，咁所以咧，如果耶穌咁隨便講呢句説話咧，又可能會觸犯咗羅馬帝國嘅法律。咁所以咧呢種咁樣嘅狀況啦，同埋如果話你殺咗佢啦，咁好似咧又好唔憐憫咁，亦都違反咗咧主耶穌嗰個嘅使命咁。咁所以咧耶穌點樣咧？耶穌就唔答佢哋。耶穌知道佢哋嘅心思意念係好惡嘅，係害人嘅諗住，所以咧就耶穌就唔答佢哋啦。咁但係唔答佢哋，佢哋會點啊？繼續問咯。第7節就話啦，佢不住咁問耶穌。咁耶穌最後咧就直起腰嚟，就同佢哋講啦：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就可以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嚇。冇罪嘅先攞石頭掟佢，先即係話。即係第一個先後嘅先啦嚇，你就去啦咁樣。咁於是咧，耶穌又唔理啦。講完呢番話之後咧，就繼續用指頭咧喺地上面畫字。咁當然啦，我哋唔知耶穌畫咩字啦。咁但係咧，嗰啲人點樣咧？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嚇。其實咧，我哋見到咧呢度咧有兩個極端嘅狀況啦嚇。第一個咧就係話咩咧？人咧其實喺罪嘅面前咧係站立不住嘅。佢話當咧
想到自己有罪嘅時候啊，你根本係冇辦法點啊，理直氣壯嘅，係咪啊？你面對住自己嘅罪嘅時候，你仲能夠理直氣壯咩？係咪？我哋有陣時咧都會遇到一啲人係點㗎？因為咧佢哋可能以前曾經做過一啲錯嘅事，令到佢哋咧感覺自己咧一生都冇辦法抬起頭做人。咁而另一個極端係點嘅咧？就係話咧，人咧喺神嘅面前咧，亦都係冇辦法站立得住嘅。點解啊？因為咧神係完美係聖潔嘅，人咧冇辦法咧面對咁呢一種嘅榮耀啊！我哋睇到神。其實亦都咧會點啊？好慚愧自己嗰個生命咧，即係生活到點啊？亂七八糟咁樣嚇。咁同樣呢一啲人，無論佢係有罪冇罪，或者無論佢係面對自己嘅罪，因為面對耶穌呢個嘅神，佢哋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咁離開。我哋會聯想到就係年紀越大，可能犯嘅罪越多；年紀越大，佢哋越聰明，越知道自己有罪；年紀越大嘅就越要面子。嗱嗱聲先閃咗去，免得陣間耶穌再問我嘅時候，我唔知點答，咁啊唯有就咁樣做。咁所以咧，你會發現有呢一種嘅順序走咗去。佢啲年紀輕輕嘅，可能唔知咩事，等下睇住個勢，咦啲長輩走咗咯，咁到我走啦咁，係咪一個一個咁走？好特別。第10節就話啦，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他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當呢個婦人話主啊，沒有嘅時候，其實當再推前少少，就係耶穌講：你哋可以用石頭打死呢個婦人嘅咁。其實呢個婦人佢自己點樣呢？已經預計咗咧自己係必死嘅，因為佢犯嘅罪係確實啊嘛。而人係有權去攞石頭去抌佢噶，去打佢噶。但係但係當一個一個人咁樣離開嘅時候咧，佢咧其實亦都冇為到咁樣而鬆咗一口氣。你見佢仍然站喺嗰度冇喐過，佢唔會話你走晒啦，我都走啦，咁唔係咁嘅態度。佢仍然企喺嗰度唔喐。喺整個過程嘅裏邊，佢一直為自己嘅罪而懊悔。所以當耶穌同佢講說話嘅時候，呢個婦人佢深知道自己係有罪，所以佢同耶穌講：主啊，佢知道佢嘅罪，佢知道呢個就係主，佢知道咧喺佢嘅眼前嘅就係呢個生命嘅主。其實喺當下咧，佢係被赦免，佢係被接納。就算佢再次行到人群嘅裏邊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可以點啊？站起嚟重新做人，因為耶穌嘅一個簡單嘅提問，讓所有嘅人都好平等咁樣，大家都係罪人，你何須去計佢犯罪最多啲，定你犯嘅罪大啲呢？咁樣嚇冇意思啦。弟兄姊妹，今日呢係受難節，亦都係咧除酵嘅日子。咁我哋睇到呢一個女人呢，喺眾人嘅眼前，佢嘅罪咧好似係被顯露出嚟咁。但係同時間呢，係因住耶穌嘅憐憫同埋饒恕咧，佢嘅生命裏邊嘅酵咧，亦都係被除掉啦。所以咧，我哋咧真係好值得咧今晚咧嚟到呢個咧受難節崇拜嗰度咧，一齊去默想一下耶穌基督為我哋嘅即係犧牲一個救恩啦。同埋咧，去除掉我哋生命中嗰啲酵，係讓我哋生命咧係冇雜質嚇。咁喺早期嘅古卷裏邊咧，就其實就冇好似冇咧第1到第11節嘅啱啱嗰度。但係呢個咧喺好多嘅其他嘅經典裏邊咧都寫咗，都有記載。咁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嚟嘅。而耶穌咧亦都正好咧藉住呢個機會咧去繼續去傳福音啊。耶穌點樣講啊？第12節佢話。主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穌用光嚟做比喻咧，係因為當時佢正在處於咧就係聖殿嗰個婦女院嗰度。咁呢個婦女院咧，其實以前咧就喺啲節期裏邊咧就會燃點4支大嘅燈燈燭啊，即係嗰啲大嘅好似蠟燭咁嘅燈啊，油燈咁樣嘅嘢啦。咁咧就會去燃點住，去紀念咧神曾經用火柱咧引導以色列人咧喺曠野裏邊行走嚇。咁所以咧耶穌嚟到呢度咧，用呢個光咧，用光嚟去講呢個比喻。咁耶穌係光，冇錯，佢係光。咁但係只係佢係光，我哋係咪光啊？我哋唔係光嚇。所以咧，耶穌係光，我唔係光。
咁就只有耶穌光啦，我冇辦法光㗎喎。咁點算呢？咁點算呢？耶穌就話啦，跟從我嘅就不在黑暗裏走嘛。所以咧，我哋要點啊？我哋要跟從一個光源。你想象下一個火把，你個火把一路向前行嘅時候，如果你唔跟呢，個火光係越嚟越暗嘅喺我哋身上。但係如果我哋跟住行嘅時候咧，呢個火光呢個光咧係一路照住自己條路嘅，係咪啊？所以我哋係跟住個火把走，跟住呢個光嚟走。咁於是乎咧，耶穌就話啦：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所以如果我哋今日話跟耶穌，但係我哋原地踏步，耶穌已經行緊去邊度，但係我哋仲企喺度，又點樣跟住耶穌？又點樣喺光裏邊走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話啦：我哋要跟住耶穌行。咁最後就更特別嘅就係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為耶穌嘅光唔單止淨係一個光體，佢係一個影響生命嘅一個光。所以咧，我哋如果跟住耶穌嘅時候咧，我哋嘅生命都會俾呢個光嚟影響咗。而我哋一直跟，咁我哋最後會點樣咧？得着呢個光，得着呢個光嘅意思係咩啊？就係我哋嘅生命咧，都好似耶穌一樣去發出嗰種嘅光。所以呢個咧，耶穌嘅呢個教導咧係好重要吓，唔係話好似嗰陣時啲人淨係跟住耶穌，有一班人跟住耶穌係為咗捉耶穌嘅把柄，有班人跟住耶穌為咗好奇想聽耶穌，即係睇下耶穌醫病趕鬼嗰啲神蹟吓，好精彩。有啲人跟耶穌真係想聽耶穌嘅道理，所以咧呢度係有分別。第13節，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不真。咁耶穌就話啦：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真的，因為我知道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開始咧就係你我邊度呢度嗰度咁樣嚇。咁其實即係耶穌一路講呢啲道理嘅時候咧，嗰啲人啊，特別嗰啲法利賽人明唔明啊？亦都係唔明㗎，因為佢哋從來冇諗過耶穌係神，所以耶穌話我去嗰度你去唔到，佢就成日都拗頭，點解你去到我去唔到咧？咁樣嚇，所以咧呢個咧係佢哋咧即係搞錯咗。耶穌就話啦：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嚇。琴日咧都有講過啦，佢話我卻不判斷人，就是判斷人，我的判斷也是真的，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嚇。耶穌其實佢唔會去判斷人，或者耶穌未必會主動去判斷人。但係耶穌用咩比喻自己？用光，即係當呢個光嚟到嘅時候，係呢個光自動去讓人見到自己有問題，唔需要耶穌話你有問題。而呢個光自動去光照咗人嘅時候，人就知道有問題。就好似嗰啲人去帶呢個婦女嚟，嗰個行淫嘅婦女話佢有罪。然之後身邊嘅人又圍住睇，係啊，佢有罪。然之後發覺一個一個咁走，因為耶穌呢個光一照，全部人都係有罪。唔係耶穌去判斷，而係自己見到呢個光就做咗一個判斷嚇。咁所以耶穌話俾佢聽，我唔會好似你哋咁去憑外貌去判斷人，唔會。佢話耶穌話：你們的律法上也記着說，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我是為自己作見證，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咁既然你律法係咁樣講啦，兩個人嘅見證就真啦。咁有陣時兩個人見證都未必真嘅，係嘛？如果大家記得舊約，係咪耶洗別揾兩個假見證去陷害嗰個，係嘛？陷害嗰個人去攞咗佢嘅葡萄園俾亞哈。係咪亞哈王咁樣啊？兩個人嘅見證係咪真係真咧？唔係，但係耶穌嘅見證係真。耶穌佢仲有天父仲同佢做見證，係幾時啊？特別係喺佢受浸禮嘅時候，受施洗約翰浸禮嘅時候，天開了，係咪？上帝有聲音去說話，呢個見證係真。第19節，佢哋就問他說：你的父在哪裏？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若是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哇！呢句說話亦都係拗晒頭，即係好難明白啦嚇。點解呢？因為明明大家睇個族譜就知道耶穌嘅爸爸呢，耶穌地上嘅爸爸就叫約瑟啊嘛。咁明明就係咁樣寫咗噶嘛。咁而家耶穌就話啦：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咁耶穌講緊乜嘢呢？耶穌講緊就係講緊佢嗰個屬天嗰個身份。你哋唔認識，你哋唔認識我呢個屬天嘅身份。如果你認識我呢個屬天嘅身份，你就知道我同埋我嘅父，你都認識啦咁嚇。所以你話嗰班法利賽人明唔明啊？聽到呢度其實都係唔明。OK 嚇，咁
咁第20節就話嗰陣時咧，呢啲話咧，耶穌就喺殿嘅庫房裏邊講啦。咁教訓人嘅時候所講嘅，冇人去捉佢，因為咧他的時候還沒有到，係嘛？仍然就係啦，神嘅時間未到，未到就係未到。無論我哋想點樣做，都未到。即係如果我哋有陣時咧好想做一件事啊，但係有陣時咧，如果神嘅時間未到嘅話咧，其實都係唔能夠做。所以咧呢樣嘢咧，我哋都要好謹記。神嘅時間未到嘅時間，我哋要學乜嘢咧？我哋要禱告，我哋要守望，我哋要等候嚇，呢個係好重要。我哋要尋求神嘅心意，係咪啊？咁庫房係咩地方咧？其實就係嗰個聖殿裏邊婦女院裏邊咧，大概有設咗13個捐款箱啦，俾人哋去奉獻嘅地方嚟嘅。咁之前咧嗰啲法利賽人咧都係嗰個地方裏面聚集商議。係咪啊？要捉拿耶穌咁，我都諗緊點解要喺嗰個庫房咧？係咪因為法利賽人都成日睇住啲人捐錢啊嘛？係咪嚇？喺度睇住呢個捐得多，嗰個捐得少咁樣嚇？會唔會就係嗰啲習慣咧？咁我都唔知啦嚇。咁我都係推測嘅啫嚇。好，跟住到咧，耶穌講到好重要嘅係咩咧？就係話耶穌係世界嘅光。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係咩咧？就話啦，呢個真理嚇，唔信主嘅會點咧？會死喺罪裏邊。第21節，佢耶穌話。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咁耶穌話：我要走噶啦，我要去嘅地方，我要去一個地方啦，走啦。你哋要揾我嚇，同埋咧，你哋要死喺罪嘅裏邊嚇。咁其實佢去佢要去揾佢，但係其實佢哋揾佢唔係因為佢想去信耶穌嘛嚇。只係話一路去去捉耶穌點係嘛？耶穌講到好清楚就話你會係死喺罪裏邊。我所去嘅地方你們不能到。點解？因為佢哋帶住罪，佢哋不能到。咁第二節啦，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盡嗎？咁係咪？即係好特別，即係。佢哋真係已經諗到咧，冇辦法再諗啦，就話唔通佢要去自殺咁係咪啊？咁我哋先揾唔到佢嘛？咁係嘛？其實你睇到呢度，其實猶太人一直都係唔明白係嘛？點解會想到話耶穌要自盡嘅咧？咁係咪好好笑係咪？嚇到23節啦，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呢度講咧又下頭又上頭，咁其實簡單講就係人係從世界嚟，係咪？人係屬於世界。OK 嚇，本來神去做人，但係人被罪污穢咗之後咧，就屬乎世界，係咪？但係咧，神係從上頭嚟，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去即係去到上頭咧？就其實就係好簡單。就係要信，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就係留喺呢個下頭，屬於世界，當然就係死在罪中，進入去呢個咧地獄嘅裏邊嚇。所以咧呢個咧耶穌講得好清楚。如果唔信耶穌嘅人會點？會死喺罪嘅裏邊嗱。呢個死係講緊靈性裏邊永遠嘅死亡。第25節啦，佢就話啦，他們就問他說：你是誰？耶穌對他們說：就是我從起初告訴你們的。係嘛？你係邊個？咁又問一次咯。你係邊個？咁耶穌就話啦：我從頭已經開始講咗俾你哋聽嗰個咯。係咪？我有26節佢話：我有好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差我來的是真的。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但係好可惜，27節話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着父說的。其實咧，耶穌咧就已經都講得好清楚噶啦。之前已經講過啦，我所講嘅嘢唔係我嘅意思嚟嘅，係我父嘅意思。呢度咧再重申一次就係話，我喺父嗰度，我喺天父嗰度聽到嘅嘢，我就傳俾世人去聽咁樣嚇。咁因為當然都係從一個原因就係咩啊？佢哋唔相信耶穌係從天上來，所以佢哋唔明白佢講緊嘅就係嗰個天父。到28節，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做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係嘛？佢話你哋舉起人子之後，就知道我係基督啦。咁當時佢哋知唔知佢哋要舉起人子噶？唔知嘅，係咪啊？所以咧仍然係一個謎，係咪？同埋咧，耶穌都講緊啦，再重申一次就話。
冇一件事係自己做嘅，係照住咧父去教訓我，我就去做。第29節，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係嘛？耶穌好似咧喺度重複緊、重溫緊過去佢哋見到耶穌做緊嘅嘢，醫病趕鬼啊，傳神嘅道啊，咁全部咧都係佢哋睇到嘅嘢嚟嘅。咁今日耶穌再去提醒佢哋嘅時候，耶穌話：我做嘅嘢如果冇父同我一齊做，係冇辦法做。佢話我做嘅嘢係我父所喜悅嘅。咁第30節咧，耶穌說這話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信他。耶穌講得呢樣嘢去講翻清楚嘅時候，就彷彿係串連翻耶穌從起初去到揾施洗約翰受浸之後，再出嚟講道、醫病趕鬼呢一啲嘅事蹟串連翻起嚟嘅時候，有啲人佢真係去想去追求真理嘅時候，就認識咗，就真係認識咗啦。咁於是乎呢，就有好多人信他。咁法利賽人點解唔信得呢？因為佢哋仲係去執迷咗嗰樣嘢，就覺得唔應該係你，唔應該係你，彌賽亞唔會係你，一直都喺度拒絕緊耶穌，所以佢哋永遠咧都好似冇辦法得到耶穌，知道耶穌。咁而耶穌繼續去傳福音，把握機會。第31節佢話：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呢個咧其實係真係好寶貴嘅一個嘅應許嚟。因為我哋今日信耶穌嘅人咧，我哋其實係喺我哋生命當中有好多嘅我哋叫做轄制啦，喺我哋過去有好多嘅捆鎖啦，無論係情感上面啦，或者係我哋嘅性格啦等等啦，我經歷上面啦，靈裏邊有好多嘅捆鎖啦。但係耶穌話：你遵守我嘅道，你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原來我哋今日信耶穌，我哋擁有呢個真理嘅時候，呢個真理可以點樣咧？叫我哋得以自由。我哋好多時候咧，覺得有啲人信耶穌咧，覺得一返到教會咧，哇，咁一本聖經咁多規條，又要咁又要咁，呢樣唔做得，嗰樣唔做得，好似好多限制。但係可惜嘅係，人係睇唔到自己內心嗰個限制，內心嘅限制係嘛？好似耶穌同佢啲兄弟講啊，你哋嘅時間係好隨意嘅，係咪？因為你哋即係人係中意按自己嘅心意而行。人係按自己心意而行，以為按自己心意而行就可以得以自由，唔係嘅，係有神嘅真理先至得以自由。佢哋就話啦：我哋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嘅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以自由呢？咁嚇，即係佢哋嘅文化裏邊，只有做奴隸或者做僕人先至係失去少少自由，係咪有人管束住？咁我都冇做過奴僕，我哋又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冇做過啊！你點解即係話我哋得以自由咧？其實佢哋都係唔記得咗佢哋喺埃及嗰段日子啦，咪就喺埃及做奴僕咯，佢都忘記係咪？OK， 咁耶穌就答啦：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耶穌講清楚，你係做奴僕，唔係肉身嘅奴僕，而係罪嘅奴僕，即係話。你係不斷咁樣犯罪，你冇辦法離開罪，你就成為咗罪嘅奴僕，罪咧就成為咗你嘅主人。第3節佢話：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係咪啊？即係話咧，你今日你如果係奴僕嘅心，你咪繼續做奴僕嘅事咯。但係如果你今日係兒子嘅心，你會做咩事啊？就係做兒子嘅事。所以我哋今日信耶穌係做耶穌嘅奴僕，淨係做天父嘅兒子啊？係咪？我哋唔係做奴僕噶。所以咧，真理點解能夠叫我哋自由咧？因為呢個真理讓我哋進入去神嘅國嘅裏邊，成為神嘅兒子，成為神嘅兒女，係咪啊？讓我哋可以得到兒子嘅身份，我哋係一個自由嘅人，我哋可以自由，我哋可以喺真理裏邊咧自由，可以承受咧天國嘅產業，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真理，所以。真理係叫人哋得以自由嚇，咁跟住啦，第37節開始咧就講亞伯拉罕嘅子孫，因為佢提到嘛嚇，咁咧第37節就話啦：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道，係嘛？耶穌繼續講：我知你哋係亞伯拉罕嘅子孫嚟嘅，但係你哋想要殺我嘅，點解咧？係咪啊？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
呢度講緊就係話耶穌講緊佢嘅父即係天父，你哋嘅父即係地上嗰個父親。咁地上嘅父親如果係亞伯拉罕嘅子孫，應該講嘅嘢都係神嘅話，都係神嘅律例啊。但係好可惜唔係。今日耶穌想指出就係話，你哋所行嘅係你哋嘅父那裏聽見，即係話你哋嘅父親教你哋咧係教錯咗，咁係帶你哋走歪咗路，帶你哋離開咗真理。佢哋就話啦，第39節佢話：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將在神那裏所聽見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講緊乜嘢啊？佢哋嘅父，即係佢哋嘅祖先啊、祖宗啊，做啲咩事噶？過去都係點噶？殺害先知噶嘛。所以耶穌係特別提佢，過去你哋係殺害先知嘅，提醒翻佢，你哋係做你父所中意嘅事。再追上翻亞伯拉罕嘅時候，亞伯拉罕係跟隨神嘅人，係忠心跟隨神嘅人，係咪？亞伯拉罕喜歡嘅。其實今日嗰啲嘅猶太人唔係行緊亞伯拉罕喜歡嘅事，而且神係啟示亞伯拉罕好多，而猶太人佢冇辦法，佢只係去按自己心意而行。所以耶穌指出佢哋係行緊父所行嘅事。第41節後邊佢話：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佢突然間講我哋唔係從淫亂生嘅，呢句說話咩意思呢？咁有啲解經家咧就話佢可能影射緊呢啲即係中傷啊，中傷耶穌佢非分，即係佢即係因為佢媽媽係聖靈感孕啊嘛嚇，啲人可能都知道啦，咁即係可能影射緊佢啦，亦都有可能咧係講緊咧信仰上面嚇，佢哋唔係淫亂嘅，佢哋因為我哋以前佢哋睇到舊約嗰啲拜偶像嘅人嚇，聖經先知指出佢哋係淫亂啊嘛嚇，佢哋又可能講緊呢一樣嘢都唔定。咁可能佢哋咧係否認緊咧係同其他偶像咧有犯罪嘅行為，所以佢就話啦：我哋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咁嚇。我哋只有一位父，就是神。OK， 咁耶穌就去回應佢啦，話：倘若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着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第44節，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人之父。耶穌就反問佢哋啦：如果你哋真係從神，即係你哋係神係你哋嘅父，你應該要愛，你哋就必然會愛我啦，因為我係。即係我係出於神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就耶穌講到再指將一好清楚講出就話：你哋點解唔明白我嘅說話嘅咧？係咪啊？你唔明係因為咩咧？因為你哋唔能夠聽耶穌嘅道。耶穌嘅道係點噶？係指出佢哋嘅不是啊嘛，係講出佢哋明明佢哋就覺得自己啲規條好啱，耶穌就話你啲規條係唔係神嘅心意？呢個咪就係最矛盾、最大嘅衝突。所以佢哋就成日都見到耶穌去批評佢哋，去指出佢哋嘅不是，佢哋就想去心裏邊唔舒服，就想殺耶穌。所以耶穌話：你們父嘅私欲要你哋咁樣行，你哋嘅父係魔鬼，你哋嘅私欲你哋起初係殺人嘅，不守真理心裏邊都沒有真理，喺度指出佢哋啲乜嘢？指出嗰啲猶太人咧，其實除咗先早去殺先知之外咧，去到今時今刻咧，見到耶穌咧都要想去殺佢。呢個係一個好嚴重。耶穌指出係佢哋都想殺耶穌，係嘛咁樣？OK， 咁跟住咧，耶穌就繼續講啦。第45節佢話：出於神嘅必聽神嘅話。佢話。即係會聽神嘅話嘅。佢話咧：我將真理告訴你們，你們就因此不信我。真係好奇怪係咪？真嘅嘢話俾你聽，你哋卻係因為咁就唔信啦。咁點解人會唔信真理啊？因為佢信緊一套佢哋自己嘅道理，甚至呢套道理係謊言，係咪？佢話第46節佢話：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為什麼不信我呢？佢哋又冇辦法去抵擋耶穌講嘅真理，但係佢哋又唔信。有啲人仲反而係點樣呢？佢哋恨耶穌，係咪啊？第47節話：出於神的
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其實咧，當佢哋聽到耶穌講到呢啲説話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心裏邊已經有啲唔開心噶啦。點解啊？即係你話我唔聽神嘅話，你憑乜嘢話我唔聽神嘅話先？摩西律法我都守晒啦，你做乜話我唔聽神嘅話咧？嚇，呢樣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矛盾。仲要耶穌話你哋唔聽啊，因為你哋唔出於神。佢哋可能就會反駁翻啦。我唔聽你係因為你係出於魔鬼咁，係咪啊？有好多人會反駁，心裏邊憤憤不平，因為耶穌你講緊啲乜嘢？同我哋明明我哋就信緊嚇亞伯拉罕嘅神嚇摩西攞落嚟嘅十誡，我哋都係行都遵守緊咁樣。OK 嚇，哇！呢個係好多嘅矛盾，但係神講緊一個真理係乜嘢咧？如果我哋係出於神，就會聽神嘅話。即係如果我哋嘅靈係出於神，我哋嘅靈就會帶我哋去聽神嘅話。如果我哋嘅靈唔係出於神，就會帶我哋去咗邊度？去咗說謊人之父嗰度。所以咧，我哋要好小心，我哋都要留意自己。今日我哋係咪自己嘅心思意念所做嘅事係咪真係出於神？如果有稍為唔係出於神嘅時候，我哋就有可能係點啊？行咗喺魔鬼嗰條道路裏面。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最後啦，第48節，佢話。猶太人回答說：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並且是鬼附着的，這話豈不正對嗎？咁樣係嘛？咁咧，其實咧，撒瑪利亞人咧係因為當時撒瑪利亞人嘅宗教咧係同外邦鬼神啊、猶太教咁樣兩樣嘢咧係即係混為一齊咁樣。總之就溝到亂晒龍咁樣啦嚇。咁所以咧，佢哋咧係好唔中意撒瑪利亞人。咁而佢哋就話啦。我哋都想話你好似撒瑪利亞人咁樣，係鬼附着嘅，唔係啱咩？係嘛？耶穌就話啦：我唔係鬼附着嘅，我尊敬我嘅父，你們倒輕慢我嚇。我不求自己的榮耀，有一位為我求榮耀、定是非的。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見死。嚇！呢度講緊就係話佢人去指責耶穌係咪？佢被鬼附着嘅，即係好似以前有人都去指責耶穌話咩啊？嚟鬼王趕鬼咁樣係咪？佢哋係用好多方式去將耶穌去定為，總之最後一定要否決耶穌係神啦，否決耶穌係神嘅兒子，否決耶穌咧係從神而嚟嘅嚇，頂多係從好似啲猶太人講話係佢係從神而嚟嘅一個先知啫，最多就係咁啦，係嘛？冇啦 ，OK。佢總之就一定要否定。耶穌話：我不求自己嘅榮耀，有一位為我求榮耀、定是非的。耶穌話：我唔係為咗自己去講説話，我唔係為咗自己去得人嘅獎賞啊，得人嘅榮耀，而係話有一位為我去求嘅嚇，即係有一個人咧，有一個幫佢去定是非嘅，即係話最後個判決都唔喺自己嗰度。唔係我嚟定是非，因為我係神，我自己定，唔係。耶穌都係將呢個主權交翻俾神，天父會為佢顯出榮耀，天父會幫佢去定斷是非，係咪？好似耶穌頭先講話，你將人子掛喺嘅時候，你就知道呢個係基督啦。咁所以咧，呢個好重要。佢話人若遵守我嘅道，就永遠不見死。哇！呢句説話咧，即係好啱㗎，係一個真理嚟㗎嘛。係咪？信耶穌嘅人係得到永生噶嘛？係真嘅。但係呢猶太人就對他説啦：52節，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亞伯拉罕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還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不嘗死味。係咪？難道你比我們嘅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他死了，眾先知也死了，你將自己當作什麼人？哇！開始嬲啦，係嘛？嬲啦！啊！點你真係俾鬼附着啦嚇！即係已經冇嘢好話耶穌啦，話到佢係你係我哋廣東話叫鬼上身咁樣係嘛？係嘛？人人都死咗啦，你啲祖先都死咗啦，先知都死咗啦，你仲話係咪？即係你唔通你大過佢哋咩？你當自己係乜嘢啊？咁樣嚇，即係感覺上就係你唔使死啊咁係嘛嚇？要唔要死啊？耶穌要，但係耶穌就回答佢係點樣咧？就話。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們的神。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你們嘅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哇！呢度呢，耶穌係不斷去呢。
將嗰個奧秘啊嚇，可以咁講啦嚇，一樣一樣再揭得開啲，再揭得開啲，係咪啊？耶穌喺度講到亞伯拉罕嘅時候，耶穌就話啦：我唔係榮耀自己啦，係咪啊？我嘅榮耀我嘅係我嘅父，我嘅父就係你哋所講嘅嗰個神啦。而家耶穌咧就已經即係好直白咁樣話俾大家聽，我就係同神同等啦，我就係神嘅兒子啦。我就係嗰個聖經所講要嚟嗰個啦咁樣。OK， 你們未曾認識他，第50節講，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點解佢話你們未曾認識他呢？因為咧佢哋認識嘅神只係喺摩西嘅十誡裏邊，佢哋唔認識神係之後嗰個救贖計劃，佢哋唔認識。就算先知有預言，佢哋都唔認識，佢哋睇唔通。想唔明白，所以佢哋係唔認識。耶穌不斷話俾佢哋聽：你唔認識佢，因為神嘅心意已經定義咗，耶穌嚟係呢個救贖計劃。佢哋唔認識。佢話我卻認識他。如果我話我唔認識佢咧，我就係講大話，好似你哋咁啦咁。即係呢句説話又係激死啲猶太人，係咪啊？嚇！咁耶穌又唔能夠講大話噶嘛，所以耶穌喺呢個時候講，佢繼續去講：我認識他，守佢嘅道。咁其實成日耶穌嘅人生裏邊，佢都係守住十誡嘅，佢都係守神嘅道。嚇！呢句説話係無可指責嘅。OK， 佢話你哋嘅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嘅日子，既然看見了就快樂。哇！呢句説話佢哋係咪真係已經真係火上加油啊？即係點講啊？已經聽到一頭霧水啦，已經懵懵地啦，仲要再加多句：你哋祖宗亞伯拉罕仰望我嘅日子。即係亞伯拉罕點解會仰望耶穌咧？咁樣哇，看見了就快樂。咁猶太人就回應啦：哇，你還沒有50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係咪你都冇50歲，你見過亞伯拉罕咁樣？嚇，係咪一頭煙啊？耶穌就話啦：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哇！呢句説話直頭就係即係將嗰個討論啊，推到去最頂峰、最高潮嘅時候。於是點啊？佢哋就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就躲避，喺從殿裏面咧就出去。耶穌話佢喺亞伯拉罕未有嘅時候就有，即係其實佢將自己同嗰個當摩西去見神嘅時候，神話摩西問佢：你係邊個？你嘅名叫乜嘢？耶和華神就話：我是自有永有的。而耶穌喺度咧，去講嘅就差不多等於話我是自有永有啦。點解？因為嗰個時候亞伯拉罕未有就有耶穌啦嚇。咁所以咧呢度咧，其實耶穌去將整個嘅救恩啊，係嘛？人點可以得救啊？耶穌自己個身份咧，都去講得清清楚楚，係咪？耶穌係從神而嚟，係自有永有嘅。你哋耶穌係世界嘅光，你哋係要跟住神。如果你哋係聽神嘅道、聽神嘅話，你哋就不至於死亡。你哋可以係喺罪裏邊得以，即係可以脫離罪，喺真理裏邊得以自由。嚇，有一個例子就係嗰個婦人喺罪裏邊得以，即係脫離罪，得以自由。嚇，所以弟兄姊妹咧，今日我哋要認清楚，我哋嘅神咧係讓我哋得自由嘅神。我哋嘅神咧係好喜歡我哋咧去聽佢嘅聲音。我哋信神，究竟我哋係咪聽緊神嘅聲音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好值得咧去將自己生命當中嘅一啲嘅雜質咧去除掉，以至到我哋真係咧好多時候可以行喺神嗰個真理裏邊，讓我哋更加咧去明白神嘅心意。嚇，好啦，我哋咧一齊去低頭去禱告。天父咧，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真理叫我哋得以自由。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透過耶穌基督，我哋今日可以去得到呢個救恩。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多謝你為我哋犧牲。今日咧係受難人，係咧我哋去紀念耶穌基督，你為我哋受苦受死嘅日子。主耶穌啊，我哋喺你面前，我哋真係要去謙卑嚟到你嘅面前，去面對我哋嘅生命。主耶穌，我哋過去可能都覺得自己冇乜問題，甚至我哋覺得自己都行喺真理嘅裏邊。主耶穌啊，求你幫助我哋攞走呢啲咧嘅愚頑啊！我哋唔要咧好似啲法利賽人咁樣，
成日覺得自己幾好啊，幾好啊，而忽略咗我哋生命當中係需要去時時刻刻去除酵，將生命當中嘅雜質去攞走。主耶穌，感謝讚美你，你係世界嘅光，你係生命嘅光。主耶穌，就求你嘅光嚟光照我哋，讓我哋係透過呢一個受難日，透過復活節，我哋真係去反覆去思想紀念耶穌基督，你為我哋犧牲，你讓我哋可以得贖。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多謝你愛我哋，多謝你與我哋同在，亦都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